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本周四针对中国当局对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政策辩护称，中国在教育营帮助被关押的妇女解放了思想。中国当局被指控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妇女实行了大规模强制绝育，中国政府给予强烈否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推文写道，在消除极端主义的过程中，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思想得到解放，性别平等和生殖健康得到促进，她们不再是生育机器，她们更加自信和独立。由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的压迫，这条推文一经发布便引来大量反对声音，许多网友要求推特将其删除。此前，有研究报告为新疆当局正在实施大规模强制绝育提供了大量证据。中国政府和人民日报指出，当地人口的减少主要是中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结果，并减少了恐怖主义活动。英国玛莎百货公司签署抵制东突厥散强制劳役产品的呼吁行动，受到权威团体和海外维吾尔人的欢迎。玛莎百货是星期三签署呼吁行动的一个由公民社会和劳工团体组成的联盟发起呼吁行动，希望商家能够审视自己的产业链，抵制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棉花等强制劳役产品。联盟表示，任何目前在东突厥散外包成衣、纺织品、纱或棉花产品的品牌商都是从人权侵犯中受益，包括强制劳役在内。据报道，玛莎百货从获得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认证的商家获得棉花。协会去年3月份终止了在东突厥散的订购活动，因此该协会新认证的产品和玛莎百货的产品中已经没有了来自东突厥散的棉花。东突厥散组织国际协会代表团拜访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穆斯塔法·申特卜博士。国际东突厥散民间组织联盟主席希达耶特·乌古泽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以下声明：代表团在安卡拉的办公室拜访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申特卜博士。我们在会谈中表达了海外维吾尔社区，尤其是土耳其维吾尔侨民对中土引渡条约的担忧和希望。申特普先生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要求。访问中，我们就东突厥散局势和土耳其维吾尔侨民所面临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乌古泽汗表示，中国在东突厥散进行种族灭绝，有土耳其国民被拘留在中国集中营。土耳其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中国的暴政。我们向议长先生传达了维吾尔社区在这方面的要求和希望。我们还提出了维吾尔侨民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遇到的被非法拘留等问题。巴西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科兴疫苗有效率为 78%。中国科兴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在巴西的3期实验中被证明有效率达 78%。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公布中国科兴生物研发的武汉病毒疫苗在当地进行的临床实验的结果，其有效率为 78%。详细数据已提交给巴西药检局申请紧急使用许可。当地计划在本月开始为民众接种武汉病毒疫苗。中国科兴疫苗已在巴西、土耳其、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地进行临床实验。印尼也计划在1月开始为国民接种。土耳其从中国科兴公司订购的首批300万剂武汉病毒疫苗运抵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在即，但他仍然面临被迫提早下台的压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日表示，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通话，商讨限制特朗普使用的可能。佩洛西在声明中形容特朗普神经错乱，认为对方非常危险，要求对方及时下台，否则国会将采取行动。米勒向佩洛西保证，假如特朗普企图使用核武器，将会有措施阻止。
米利的办公室证实佩洛西曾经来电，称米利回应对方有关使用核武程序的问题。